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看约伯记的第12章到第14章。那经文的摘要提到，约伯听了说法的话，他心中难以忍受，产生反感。那他表示他们没有权利来教导他。他讽刺他的朋友好像万事都知道，说但是哪能跟上帝这个智慧能力相比呢？他责备他的朋友。他们表达自己相信上帝，要求知道自己的罪和上帝为何让他受苦的旨意。那约伯以人生之短暂和必死为由，他恳求上帝来眷顾。约伯记14章第7节起了，他转而开始思想说，这个生命是去而不返呢，还是还有下一幕？他以2个隐喻来描述他在人若死了，能够复生吗？这样问题来做探索。那约伯记在14章的11到12节，对人死后还能够复活吗？似乎觉得不可能，但是又期待。所以他向上帝说出他心中的3项愿望：他期望复活，他期望脱离痛苦，他期望辨明他的案情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如何在运用。那约伯记里面有很多沉重且动人的字眼，比如说山崩变为无有磐石也挪开，水磨去石头，经年累月，逝者如斯，一直过去，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。那连尘土都被洗去了，人的指望也没有了。那里面我们在提到说，认识这位永恒的上帝，永恒、慈爱、全能的上帝。那一切人能够知道的就是痛哀约伯就在那里叫苦连天。其实很多人存着悲观绝望，但约伯不是绝对绝望悲观因为他在说你就是上帝。当我们承认有上帝，再悲观、再绝望、再有不公不义，还是建立在一个我们觉得有盼望、有公义、有慈爱、有全能上帝的带领之下，那是真实的。那有时候苦难会叫我们变得沉默。那在极度的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，或者约伯的祷告可以给我们一点的提示。那约伯他祈求很简单，他求神不要收回他的手，他求上帝不要再威吓他。你会说约伯没有赞美，没有感谢神，他只是很直接去祈求。那这样的祷告，不正是受苦者最真切的呼喊吗？原来上帝也容许我们在痛苦当中发出最真实的祷告，说明我们最迫切的需要，哪怕只是祈求，是哀求，没有赞美，没有感谢。上帝希望听的是来自我们内心真诚的呼喊。如果你在苦难当中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，你好好的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，好好在上帝的面前诉说你的心事吧。我们一起来默想，我自己或者是谁正在痛苦沉默的当中吗？我如何向上帝来发出我内心的呼求呢？我们下次再见，祝福我们有美好的一天。